中環呢間 Sanrio 今日開幕啦，我哋一齊去睇下。同你1分鐘行晒7層，搜羅埋焦點商品，最矚目嘅梗係 Kitty 嘅長腿系列啦，仲有之前賣到斷晒貨嘅晒黑公仔啊！哇，聖誕系列啊，啡色嘅，唔通係薑餅造型？仲有我呢個私心推介都好靚噶。再行樓梯上 M 樓層睇下先，呢度主要係賣盲盒、袋仔同文儀用品。呢款公仔真係夠晒經典啊，竟然出盲盒，冬天又點少得靚靚保溫壺喎。呢兩款包包係咪好可愛呢？1樓以上就要搭電梯上去，1樓主要係賣 BB 衫同埋兒童玩具，嚟到2樓就係麵包小人嘅限定店啦。呢度有小朋友至愛嘅玩具試玩區，記得仲要喺限定照相館打翻個靚卡喎。當然唔少得仲有麵包超人嘅精品啦。3樓就係賣 Nino Block 嘅，你睇細細粒膠積木可以砌公仔嗰啲呢。呢隻大比卡超砌出嚟好似爭啲喎，唔知細粒嘅會唔會好啲呢？仲有呢款搶手貨係 Chikawa 嘅 Nino Block 盲袋，仲有已經砌好咗嘅鎖匙扣選擇添。4樓最主要係賣呢啲大頭公仔，有鬼滅之刃、海賊王等等。最頂樓就係 Bandai 嘅扭蛋區，呢款吊卡扭蛋都係我私心推介。目測扭蛋仲有電子寵物、毛灰聲、高達小櫻、寵物小精靈等等。中意我嘅分享記得 follow我係嘉娜，下次見。